現在大樓因為大量使用玻璃帷幕，佮着大面的落地窗，常常因為反射或者是高度的透明，造成鳥仔產生視覺的錯亂，而弄着傷。為了解決這個隱形的危機，台南市議會佇個議員的創意，請教專家學者來設置了防撞的窗貼。我們這個窗貼大概起源也是我們本會的議員那尹愛達利議員的倡議跟反應那大家知道尹愛達利議員大概長期是關心一些生態環境他也提出是說，大概我們城市裡面很多建築因為玻璃帷幕廣設所以其實很容易產生一些導引讓鳥類它其實是誤判，然後產生一些撞擊事件那他也特別提到，尤其是議會啦那議會因為周遭大概其實樹木其實非常的繁茂啦那所以這個狀況會顯得更加嚴重了那尹愛達利議員把這個事情提出來之後，也受到議長非常的高度的關注跟重視那議長也認為說，那我們台南市議會是身為台南市最高的一個民意機關那應該要帶頭做起來響應聯合國的這個永續環保的這樣子的一個指標那也在議長的大力支持之下我們就開啟了大概議會一個大面積的設置這個防撞窗貼的一個開始議會總務主任黃俊傑表示，因為議會大樓周邊有真濟樹木，過去每一季攏會發生鳥仔弄着玻璃的事件。在經過去年底施作防撞的窗貼以後，在今年第一季就無再再來發生。經過我們的統計其實我們大概每一年都會大概有4到5次的這種鳥類大概撞擊那產生一些傷亡的一個狀況那其實我們從去年12月到現在那大概目前大概經過一季大概接近4個月的這個部分其實就沒有再發現有鳥類這種誤撞的一個的狀況了。那我們相信應該未來長期的觀察，應該成效也是非常好。那當然這個期間大概我們也接到蠻多媒體朋友跟市民的反應都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作為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會持續來觀察，持續來注意。議會在請教專家表示，因為焦慮的視覺跟着人無同款，必須要在玻璃來設置特定距離跟着規律的電狀的圖樣，同時也把議會機關的意向融入去符合防撞標準的圖樣當中，同時兼顧議會建築原有的質感，希望能夠作為全市的領頭羊，打造無窗紗生態的永續環境。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